今仔日双十国庆，中华民国的生日，早起伫个总统府前的庆典甲表演是热烈滚滚。沿岸要伫家己的故宫南院办国庆宴会，这个平地甲山区拢有看宴会好地点。平地部分除了故宫南院之外，还有县政府头前的广场，甲家己的高铁站。那山顶哦，二尖山甲二岩冰山是远距离看宴会正理想的地点。壮观的国庆宴会伫几点钟了后，就会伫嘉义县的故宫南院出现。这摆场地有100公顷，估计当有27万人。不过看宴会当然唔拿一个地点，来，把司机看过来。除了故宫南院，你阁会当去嘉义高铁站、蒜头国小、县府头前的广场，这个所在拢是最佳观赏点。若是你想要去山顶，会当去二尖山、二岩冰山、小笠原山，这个所在当互你远距离看宴会。为了找到最佳翕相地点，暗时8点的活动场地，一透早都有真侪山卡马踩伫遮。准备被翕相，凌晨3点就到这边了，人就已经一堆了。我从台北那边下来，大概昨天晚上的11点。我是昨天晚上7点半。除了两亚白提早做准备的，还有观赏店附近的店家感受生意变更加好。火锅店的头家讲，已经有传比平常时加3倍食材。这是要抢那个双十国庆的人潮啊，所以很多店家也都有跟着营业。大概多准备了2-3成吧。多2成，当然要准备啊，因为这么隆重的烟火。饮料都是相机，有相机才会当趁钱。一年一摆国庆宴会，唔那是民众想要看热闹，嘛是附近的店家真期待业绩嘉年华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